BNI 台南大规分会有600多位会员，串联在地各领域的专业人士，共同推动南台湾的企业成长甲合作。根据的了解，该分会到达已经累积创造将近100亿的推荐金额，成果相当的好。在这里，为我们台南所有的创业的这些伙伴们，建立一个爱跟信任的商务天堂。同时，我们会成为台南兴盛繁荣的力量。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会员伙伴呢，因为透过彼此互相的1对1建立信任关系，彼此呢可以有很好的合作。那在这里，我们跟很多其他的所谓的社团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我们其实是建立一个很好的事业伙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行业、一个专业就只有一个代表，互相的彼此可以合作，用合作来取代竞争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商务引荐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贵分会呢，也是我们台南的第一个钻石级的分会。钻石大贵贵人相会，我们每个礼拜5的早上呢，都会在太子文旅有一个各行各业的精英齐聚一堂的商务交流例会，非常欢迎大家，欢迎光临我们的例会。商会持续办理教育培训、产业链拓展甲跨界合作，让会员唔那得到实质的业务成果，更建立长期商务伙伴关系。伫遮不只是摕到生理，是学会晓做生理。12月12日嘛将举办第5届 INW 国际人脉交流日。那透过12月12这个活动呢，我们希望链接更多台南市的精英人脉，我们一起来这里做人脉的交流，然后让台南可以走向全世界，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要创造的。当天有加请超过6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参与，共同交流、分享甲学习，透过信任创造商务价值，让台南成为上有竞争力的商务城市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